No sound.那么，这是主持人说，今天有尊贵的法王，还有尊贵的两大法子，还有许多贵宾前来，还有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巨星的弟子们，谢谢你们的前来。那么我们这次借由这个殊胜的祈愿法会，而能够有这样一个表演活动。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在过去的祈愿法会就是在几百年前的祈愿法会的时候呢，也都会借由祈愿法会的期间，会有比如说有这种佛陀的本身传等等的表演。那么这一世由我们第17世道法王的悲心跟他的佛行事业，也因此举办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活动。那么有关祈愿法会的历史，相信呢大家是都已经知道的，但是呢在这里我还是做一些解释。在过去的噶玛巴呢，也都有这样举办祈愿的活动但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大祈愿法会呢，是由第7世大宝法王的时候开始的。也因此呢，我在这里介绍一下第7世大宝法王。那么每一世的法王呢，都是由前一世圆寂之前会留下一封认证信。同样呢，第7世大宝法王他也是由第6世大宝法王在圆寂的时候呢，将他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预言信呢，留给了当时的加查国师班咒顿珠。所以之后呢，当时的国师加查仁波切呢，就依照这样一个预言信而认证了第7世大宝法王。那么过去呢，在第7世大宝法王的时候，在
藏历的9月的时候，首先呢举办了这样的祈愿法会，同时呢在这个同时在神变月的时候正式开始。所以他这里在形容当时呢的这个祈愿大法会的，光是那个伞盖呢，就是由各种的珍珠，红色的、白色的各种的这种珍珠所做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祈愿法会呢是非常非常盛大的。那么在藏地各地区的这些大仁波切都很赞叹有这样的一个大祈愿法会。所以有法王的这样一个大悲心，所以呢会在祈愿法会期间呢会有各种的，比如说佛陀本身传啊，或者是过去的祖师的各种的这种传记的表演。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都是过去的一个传承。那么过去呢，由于过去的人呢要见到法王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过去要见到法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要等3天、5天、7天，那甚至很久、更久呢是都很难见到的。所以当时这个法王呢也由于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在祈愿法会期间，让所有的人呢能够见到他哦。所以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尊贵的第17世大宝法王依照过去的噶玛巴的这种心意而来行持。那么今天要表演的是第2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西他的这样一个故事，跟同时代的一位乌金巴大师的一个故事。那么大成就者噶玛巴西，他比较这一次的首先噶玛巴西那么在第1世大宝法王圆寂的之前呢，他受记到说，所以他就受记未来会有这样一位大成就者，这是第2世，就是噶玛巴西会出来。
同时呢，冈巴巴西具有和这个莲师无二无别的这种神通变幻。那么，还有这个尊贵的乌金巴大师，那么在今天是由这个藏剧团呢来演出冈巴巴西跟乌金巴大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走上台的这位是冈巴巴西。喂。嘿。这些伪善的人们啊，快起床啊！从拉对地方的大成就者乌金巴。正以铺天盖地之势要赶来了，你们别再睡了，给我起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啊，怎么了？怎么了？失火了吗？失火了吗？失什么火啊？上师仁波切叫我们赶快起床呢。喂，快点起床！快点起来！这么早为什么要起来呢？赶快起来！哎，你都忘了你的那个红披肩了，真是的。
哎，真是的，这么突然的，看把我们找起来，到底啥事呢？真是的，紧张的嘞。是，仁波切啊，请问有什么吩咐呢？拉堆大德乌间吧。正往我处而赶来。你们呀，赶快去揉糌粑、熬酥油、凝黄糖，好好的准备吧。是。上次叫我们说赶快去揉糌粑，哎，你去揉糌粑啊，我弄酥油啊，你弄黄糖啊，总之好好的准备哦。这是乌金巴和他的眷属。是。我们一路赶路啊，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吧。是的，你说的对。真是的，我们本来可以2天之前就到噶玛巴仁波切的尊前，但是呢，上师说呢，噶玛巴的弟子们太忙碌了，
所以延迟了行程。现在我们可惨了，粮食也吃完了，还不到主不死的话，上师饿不死，我们弟子可也快饿死喽。这从后面来的2位僧人是噶玛巴派来迎接乌金巴大师的2位僧人。他们是谁呀？他们是谁呢？谁知道？真是奇怪。上师仁波切啊，上师仁波切啊，我们是遵从噶玛巴的意思来迎接你们的。啊，大成就者噶玛巴真不愧是大成就者呀！他既然能够知道我们来啊，真是皈依三宝，皈依啊，不可思议呀！来，喝点茶，喝点茶。今天可真好了，看我的碗在哪嘞？有茶喝了，到底放哪儿呢？哎，也没在这，在哪呢？哦，找到了，哈哈！哇，真好！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多一点，多一点，谢谢，谢谢，真棒，真棒。真是不错，这个茶真好喝啊！真是刚快把我给饿死了，现在可我得用力的吃啊！不错，这个糌粑不错呢。好，那我们就可以启程了吧？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这吃的蛮饱的。
别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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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哦，这可是乌金把大师来了。呀，今天的侍者让我们来担任吧，3个康巴僧人。别挤，别挤啊！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迎请上师。很好，很好，很好。上师宝啊，乌金巴大师呢？现在正由这个迎宾的僧队正在去接引了，快到这里了。哇，哇，这个佛像太庄严了。这是噶玛巴西的侍者在介绍说，这些呢都是大成就仁波切的佛像，还有这个蒙古皇帝供养的贡品。这是乌金巴大师说，哇，噶玛巴有这样子这么好、这么庄严的寺院跟佛像，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喂，大成就者乌金巴，您不是3天前就应该到了，为何拖到现在？我准备的食物都已经腐烂了，你干嘛这样？我因为观修一个竹巴香解法，所以没来。你懂得香解修法，那么就把粪便放入口中，糖果塞进肛门吧。喂，来，把茶上茶。哎，大成就者乌金巴，你不到我这儿来，却想去后藏的司马山。我的菩提心
和空行护法，还有喀那金刚王等神众也会把你不由自主地招来的呢。本来我们说藏地没有比你证悟更高深的了，我也没这么厉害呢，别这么说。但是呢，你呢，在阿苏拉的空的山洞里唱首道歌呢，这个去做汪个。在这吉祥大喜的日子里，大成就者悟净巴来到了此地。你们去大供护法，敲大锣，吹白锣，尽快告知所有处部地方的人们，大成就者悟净巴莅临此地啊，应当大喜，有供养就供，想求法就求。是。喂，所有处部的居民啊，悟净巴大师来喽，你们赶快来哦！想求法的赶快来求哦！喂，所有处部的僧人啊，赶快来哦！今天悟净巴大师来，我们可以以歌舞来欢迎他吗？
那我们今天要好好跳个舞呀！哇，他们唱得不错呢。哇，哇，你看看这么多佛像呢！哇，你看，哇，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哇，你看，哇，你看这么棒的佛像，哎，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哇，哇，你看看那个，哇，你看这么珍贵的佛像，来，快，你看这里，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哇，啊，真是皈依啊，真是太棒了，太棒了！哎呀，你看，再看上面一点，你看，这伽玛巴西走过来了。哎，这些大成就无间把伪善的弟子们，你们不看着上师的尊严，物质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今天世称伽马巴的我呢，要为大成就者你呢灌一个顶。去把灌顶的法器拿来。今天我要给予你的是红观音大悲红观音的顶。在你的传承里呢，会有出现多少位这样黑帽者呢？当教法濒临衰退的时候呢，黑帽传承将会中断，但是从拉堆地方会有一位戴黑帽的人前来。现在你应该认知啊。显现成空皆法身，大勇无碍即报身，种种显现都是化身，一切有机与三身无二无别呢。我俩呢是多世的师徒，你一定要抚育于我。你的徒众呢会在太阳以南，去那里传授我的红观音、六字尊、三身印证法，行持立身事业去吧。优婆塞金刚王护法神也要护持悟经法的事业。
那接下来第二段是乌金巴大师跟第三世大宝第三世让中多杰的故事。那么这个在讲第三世让中多杰他从小的一些书圣的一些事迹。那包括这里有提到他3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曾经教授过的一些大手印的法门等等，而且他也说这是我曾经教授过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昨晚呢，我梦到了仁波切噶玛巴呢，这是乌金巴大师他在说。他旁边这位长老他说，昨晚我在母库的一对牧民夫妻的孩子说自己是噶玛巴呢，应该不会吧？今早我们还一起来呢，他们后来走到一个小帐篷里去了。哦，那有可能是哦，现在就把他叫来。在我上面呢，在我的座位之上呢，放一个更高的一个法座。如果他是噶玛巴的话，就能坐得上去。还有，赶快去叫这个引香准备好迎请的队伍。爸爸妈妈，快点来啊！你是谁？我是著名的噶玛巴呢。如果你是我的上师，过去是我们碰面的时候说了什么呢？拉对大德乌金巴虽然来到我面前，却说
东西印度式，菩提迦耶庄严力。悟净爸，你曾经来见我的时候说了很多印度和菩提迦耶的事情呢。哦，你记得给了我什么吗？我给了你一顶黑帽和一部经典。哦，你说对了，你说对了。东西在我房间，试着去把我拿来。印度圣境教主佛，藏地之境，您无染。印度圣地是迦牟尼佛，而在藏地则只有您没有受到染污。您是藏地主古的创始者呀，大家要感到欢喜呀。
那么接下来是由苏扎学校。第16世大爆发，1965年接下来是由这个苏扎学校，还有这个由第16世大爆发所成立的这个藏剧团的一些表演。
사람들은 답안 되세요. 누가 되려면서 만나 잘라주면서 아 내가 찬스를 못 잘라 그래서 아 흘러서
那么今天这个表演就圆满了。那么所有的今天的表演的演出者请上台，接下来会有法王还有主部法王办公室给予哈达。在之前呢，有在祈愿法会的期间，也有举办过这个密勒日巴的舞台剧。那么，接下来请法王上台为我们开示。
先给他们献哈达。我们之前表演的3个单位的主要代替者呢，请上来。随家学校的老师或者主要表演者，请上台。还有龙德寺的这个藏剧团，请上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圣地菩提迦叶，而且是在有一个特殊的时间，也就是神变日的这样一个殊胜的节日。还有过去无比我们能够这样举办祈愿法会，我们按照过去的一个传统，过去呢会有举办这个佛菩萨的各种的本身故事。今天这个表演能够圆满，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谢谢所有的表演者，谢谢他们。事实上，在第7世大宝法王确照枷锁的时候，在改签这个祈愿法会的时候，早上呢会念诵祈愿20支，下午呢就会有这个佛菩萨的本身故事的表演。那在祈愿法会的由于我们没有办法每天下午都有这样的表演，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我想能够举办今天像今晚这样一次，我想也就足够代表了。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有这样的传统。为什么呢？当佛菩萨在开示佛法的时候，他不只是从嘴上所说，很多时候也会透过一些表情、一些动作，而实现出佛菩萨的心意而能够感动利益到无量的众生。所以希望，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过去祖师传记，而在我们心中种下善的种子的话，那它是有特殊意义的了。我想也会带来很大的利益跟快乐。所以今天我要向在座的，相信今天不只是一个表演，而是也对于佛菩萨们还有过去的祖师们，他们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很好的一个记忆。那么在今天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很多人给予了支持。那么像是在舞台上现在的4个柱子，还有4个在柱子上的这个象征物，那也是有工作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来制作的。还有从我们西藏藏剧团
也对于我所告诉他们的给予他们的请求他们也很努力的去完成。尤其对于这一次这个冈巴巴西的这样的一个传记呢，他们真的是很尽力的演出，也谢谢他们。还有斯加拉布扎学校的老师们，还有学生们，我们也很久，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们能够听闻到他们的这样一个唱诵让我们很清楚的就忆起了、想起了西藏的种种，也对于故乡的父母亲、亲人呢，也让我让大家很想念。所以在这里要谢谢他们。还有我们隆德寺的这样一个藏剧团，是由第16世法王的时候，16世法王呢就特别的注重。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继续的弘扬，也算是圆满了过去的祖师们的一个心愿吧。所以这一次呢，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来表演。他们刚开始也比较紧张，但是呢，他们真的很用心，并且呢，非常认真的，也很投入的这一次来表演，所以也要谢谢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藏剧团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圆满上师的心意，谢谢他们。总之呢，我们这一次的表演是跟佛法有关联系的，并不是呢世间的一个庆典、一个表演。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法乐而产生的功德，希望回向每一个众生都能够种下善的种子。同样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为首的一切的这些上师们都能够长寿，也希望藏地西藏在这个新年当中能够一切的障碍都消除，也希望世界上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喜乐。